哎，怎么他唱完你们全部都回来了？这首听过比较好听的，因为有隔音。还有啊，他们好像似乎只有听到乐器的声音。我在台北表演那么多次嘛，难得我老婆跟我一起上来。老婆会说下，耶！好的。很感谢我老婆啦，帮我带小孩啦。因为平常除了上班，然后有时候因为最近表演比较多，比较少在家里，要不然就是晚上都在练吉他或者练团，所以比较少陪老婆跟小孩。所以特别练这首歌啦，他都不晓得我在家里一直练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求婚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求婚？那我们要解决事后吗？好啦，接下来就由我们的男主角海利奥，好，继续带来下一首歌，谢谢。哎，找老外哦。好，哪位啊？好的。要忽略他嘛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大风吹什么？吹老外。来，现在又轮到他唱歌了。我们这个乐团第三个特色就是每个人都会唱歌。我们没有固定的主唱，没有固定的乐手，大家都会买一首。好，节省时间。这首歌叫《蘸酱歌》，阿美族的传统歌谣，就是说老人家最爱吃那个蘸酱，盐巴蘸酱油有没有？肉给它蘸着啊，就好吃的呢。蘸酱歌呀！Sama pagkaan na pizza Usi sa loob ang sama pagkaan ni Karagap Tayo isa loob ang sama pagkaan ni Numerts阿美族的姑娘很会拿，你很利落。